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相思茶，啉一喙，对你一见钟情，想要化作目尾鱼，收入你的心房。啉一杯，对你刻骨铭心，想要化作蜜芳，偷偷采你的花香。啉一股，对你日思夜梦，想要化作茶水，一直浸你的嘴唇。拢是你害阮耳小甲会疼人。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49集，欣赏的是嘉义的韩文老师所带来相思茶。现在咱邀请韩文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咱讲，男女朋友那到底是创什么呢？我是爱啉咖啡嘛，就带去啉咖啡，咖啡厅啉咖啡。那有的是爱去啉茶，啉茶呢，这嘛是一种培养感情，真好的方式啊。那爱啉茶，当然毋若有茶芳，阁有这个心爱的人伫身躯边，所以这个情绪是非常的好。就是因为啉茶啉出感情，所以毋才一段一段一直深入，对一见钟情，甲想要采伊的花芳，甲想要浸着伊的嘴唇，这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啦吼。当然，这若算讲查某囡仔，对查某囡仔来讲，这就是较必须，就会较见效啦。若对查甫的来讲，查甫的嘛有这种动作所以讲，两个人啦，咱讲看对眼看对眼的话，就有迄个灵感，就有迄个触动那种灵感以后，就会产生那种感情，迄种感情就会产生。若会当好好维持落去，当然，这个相思茶，咱就毋免去外口啉咯。后摆若真正有缘分。伫厝诶嘛会当安尼泡茶讲天讲地维持感情甲感情经营甲足好，所以泡茶嘛是一种真好诶方式互两个人诶感情愈来愈温暖愈有温度。啉一喙，对你一见钟情，想要化作目尾鱼，收入你的心房。这首情诗写了非常的水，所以咱邀请韩文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的含义，也有这内底重要的台语文用字。相思茶，你写的是男女之间的这个情
讲有逐个人足歹讲诶，缘分也到就有迄个情啦吼。若缘分无够，有诶讲若现济岁未结婚，这嘛是靠缘分啦吼。若缘分够，像安尼去啉茶就安怎啉一喙就一见钟情啊，想要化作目尾鱼，是安怎讲目尾鱼？因为咱即个目睭吼，人讲目睭会放电所以目睭会放电咱歌戏佫有安怎讲咧？讲小生小大，目尾牵电线即个目尾会牵电线所以就是拍电所以人讲一见钟情就是安尼啦化作目尾鱼收入你的心房，为目尾遐甲你看过软入你的心房，互你掉伫你的心肝就对啦吼。啉一杯对你刻骨铭心，想要化作蜜芳这个蜜芳是安怎？蜜芳专门咧采花芳即摆咱这个蜜芳伫咱遮毋是咧讲迄个歹的迄个采花芳咱是讲这男女的情爱，伊若像蜜芳咧，要偷偷采你的花芳这是两个拢有欢喜的毋是迄个歹的迄种的讲你无良心的人咧当偷采花芳，迄无共款规气一喙无够开一杯过来呢啉一股嘛定定就做伙啉茶嘛啉一股安怎啉过迄个茶味调咧，当然对方的形影嘛拢调咧所以对你呢日思夜梦就想要化作茶水因为是安怎茶水若咧啉茶时就咱像甲伊安怎浸着伊的喙唇共款所以讲虽然是安尼讲这三拍虽然是安尼讲，毋过呢嘛会歹势所以讲拢是你害阮耳仔小甲会烫人，这耳仔小甲会烫人，一方面是咧讲伊感觉足歹势一方面是咧讲迄个爱情的热度啦，所以足小甲这个耳仔会烫人。咱内底这个浸你的喙唇，这个浸要怎写呢？浸泡物件的浸甲迄个3点水提掉，改做口，安尼就是浸浸泡物件的浸3点水提掉，改口字边，叫做浸着你的喙唇。啉一喙，对你一见钟情，想要化作目尾鱼，收入你的心房。啉一杯，对你刻骨铭心，想要化作蜜芳，偷偷采你的花芳。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婉老师写诗兼主题讲解，洪昭文吟诗，专门去电台制作，教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然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